为山，为水，为林龙。欢迎节目主持人彭恰恰。感谢各位亲朋戚友这年啊欢喜的发声，祝愿的良心大悦啊！是，也欢迎咱全球的华人朋友来收看咱上高气质的电视台——公共电视台上高这个好看节目，为山为水为林龙来讲台语世界通。我是大家好朋友，我是你的好主编彭恰恰个。是啦，咱的第一名专家戴安祖老师。为山为水为林龙，表演主持拢精通。大家好，我是安祖老师，欢迎收看咱的节目。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。你好。本节目规定啦，吼，专程用台语自我介绍，我看你麻烦啦。我惨啊！请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南人，我号做夏雨欣，我今嘛34岁，我是第2摆来哦。老师伊讲的，夏雨，伊的夏是春夏秋冬，夏迄是文音，啊那咱普通咱先咱读白音，夏立夏，夏字安尼，所以建议是夏雨欣啦。不过你若欢喜要夏雨欣，咱嘛是尊重名将主人，名将主人，有心嘛，雨欣，好好，本名叫做陆玉玲，玉读做玉嘛，我嘛唔知。你是一个每天的每，哦，玉玲对，陆玉玲。陆玉玲。哦，听讲你要主持过台语节目，台语的外景节目。是食佚佗的，还是咩吧？食佚佗的大的拢有。对，有啦，我捌看过啦。真的吗？嘿，哎呦，我只红我会讲。你咁怕？迄主持会艰苦哦，你讲台语。其实。伊无全部爱讲台语，尽量大部分讲台语啦。叫做自然语啦。自然语对啊。慢慢演过8点档连续剧。无啊，迄是去佚佗的啦，我嘛唔敢讲我有外高。不过迄时阵我演的迄个角色，叫做理财专员。理财专员。理财专员。所以讲伊做一台词是足歹讲的。就是伊理财专员甲伊讲的。你即摆会使算讲你即摆理财专员，啊你别甲我。差嘛，我袂安尼啦。我袂讲你来讲问好就好啊。碰过你好，我是。唔是，我是讲来一段迄种你的建议嘛，你今日敢若讲来拜访我，要甲我讲我甲你讲，我踮内底演理财专员，毋过哦破产。即摆看破产，你看我先啦。歹势啦！你为面国你破产，歹势啦！你哪会破产啊？你自己想着。我迄时阵演的迄个角色是安尼啦。你总是会拄着一段迄个台词是咧教人安怎什么，对不对？迄股票，你买什么股票？迄个股票，惨！我你对镜头讲，啊买股票要安怎一倍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理财专员。即摆我甲你讲哦，你即摆买即个股票呢，台积电你若买了吼，你即摆已经起啊，你即摆已经会当趁一间厝啊，一间厝趁了后，佮会买一台车，所以你听我的，你买台积电的股票就对啊。台积电是不是台积电？我看我嘛咧摇台积电嘛，台积电啦，台积电吗？电啊！你讲甲读文音嘛，像你嘛白音就是积啊，累积嘛，哦，所以台积电嘿。台积电。讲未啦？啊，袂啦。有男朋友无啦？无好讲啦。报纸拢有写，无用讲的用看的啦。对方是咱这道的嘛？唔是啦。是，你表情你家己，你给出卖伊家己咯。是啦。
好啦，我甲你问较济啦。嘿，有安怎无？未生囝，未生囝。来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碰过，你咁第一摆，第一摆来到，迄个什么人得过金钟奖？当然，大练呢？电台广播电台，你是主持日时啊暗时？以前是暗时啊，后来变做是日时。有什么差别？当然都无共咯。早起的。还早起了，你今晚所收听的是《报道真无用》的节目，大家搞早，我是大练的。哎呀，今晚外口等咧落雨吼，要出门的时阵爱记哩吼，扎一支雨伞。下晡的。下晡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晚是《报道真无用》的节目，头拄食饭饱了咧，是毋是感觉流啊神神的？不要紧，咱今晚先吼放一条好听的快歌，恁家大起来。水。报名啊！报名的时阵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若是讲咱今日有啥物袂拄好的所在，不要紧，咱即马心情放轻松，同齐来听这首好听的《恁家大起来》。是恁家大起来。真好，真好。哎呀，一个男朋友也是翁吼，是讲话真好听，嘛真袂歹呢。声真水。我要去甲迄个电视台代班过，代班迄个广播现场的暗时啊。也比如讲，你先若听到我的声，代表你还袂困；你若无听到我的声，代表你已经困。哦，我30了吼，正伊遐嘛无头路。真诶，若迄头家讲，你来就好啊。系啊，你若捌拄着有人甲你 call in 是啥？就较奇怪。有，有一届是这个阮爸敲电话，我手机拢无。恁爸靠你！阮爸敲电话来，伊就早时啊的时阵，就讲你电话拢无爱接，恁阿嬷走出去碰见啊啦，因为阮阿嬷迄当阵吼已经有了老饭店啦。哦，失智。人家唔知伫咧倒啦，你即马帮我奉上者。奉上。现场报出。现场好。迄个时阵我真正找袂到阮阿嬷，然后10分的紧张，不过好佳在，迄个延平北路迄边的这派出所的警员呢是非常的热心嘛，将阮阿嬷送到厝，感谢，谢谢。广播是看袂到画面，你真正安尼讲就对。对，有当阵咱伫咧广播的时阵，要模仿别人的声音嘛，譬如讲有一寡短剧，救声音嘛，看袂到人啊。安尼好。因为即马拢欠骹手嘛，所以一个人就要当做5个人来用，家己做爱写迄个写歌，写剧，家己配音。家己加，家己放伫电脑内面。安尼讲了好笑，阮听看觅。比如讲，当作即马无画面，敢若听到垃圾的声尔。二哥呀，我甲你讲啦，最近哦，听人咧讲哦，就爱食素对咱身体较好呀。阿勇啊，你是咧靠腰哦，遐大声，甲恁爸惊死。你讲遐食素药，我有啊。我逐工拢有啉酒啊，酒嘛是素食的啊。我今年拄好40啦，以前看人咧讲40岁袂出，敢若一尾花翎。迄当初我才国中，结果今年已经40啊啦，七零好吧，照顾咱查甫人的身体，谢谢。不过，做声吼声足厉害的苏金昌呢。过你的头拄好，敢若有咯，你也较在家学习。好啦，是这啦，安尼好无？安尼歪去，安尼使无？安尼歪去，有识无？有识无？第一届是使。哈？其实吼，我头拄仔看到伊第一句话就是，你有配迄个广告对无？做迄个model啊，系啊，就是做代言人嘛，我减肥的迄个产品啊。后壁配音是我呢，系啊，咱袂当讲产品的名啦吼。瘦身定有没有？尽快速把你的身材给散落来。所以画面是你啊。我头壳较知影。哎呦，所以你两个是空中合作的，对。Burning 会想起来。赞呐！今天有要紧无？你有配过迄个漫画的？有啊，对者。迄个叫做迪士尼的《海底总动员》。伊缸仔内面有一只鱼啊，有无？叫做吼，叫做胆小鬼。胆小鬼。这一个人要成功无遐简单。真的。 18般武艺香港改良。哇，够厉害！以前就是无像电视的时阵，拢伫咧无后安尼啦。你唯一的缺点，你敢知倒位？就是伤缘投。无啦，我唔是要讲你哪会知啦。无够歹。
安尼哦，真的啊，真的哦。今天啦，啊无你看，喂，看你看口号顺有歹无？我就这就叫做歹到无够贴地。人讲迄个罗斯峰大牛哥看到我，拢讲我无认真。无认对啊，真。你有我教过我这条，我无这个高啊，恁大家拢有我无呢？有影呢？嘿啊，这就是有歹啊，但是我歹到无够贴地。啊，你就尽量等伊挂挂的，吼。较歹怪的好啊。我靠！提纲一直学，一直扭，安尼一直啊，顺哥见摆嘛看到我就讲，这个人无认真对无？是为什么呢？咱一般认真的功能是伫咧鼻若是流落来时阵会分流，你是直接规撮啊咧落伫嘴的。好，所以我这嘛对我家己的认真嘛是足困扰的。你片就变土石流。伊是安尼讲无唔对啦。鬼片的，别啦，人来认真拍拼就好啊。好来，今晚要来考验大家台语的功力。哎嘿，台语有真个情绪，除了喜怒哀乐以外，啊，忧愁、哀愁，吼，哀愁、忧愁，你去受到什么款的情绪？所以大家用忧愁来形容咱人到底是安怎？卡落来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油头甲面啊，忧头甲面，油头甲面。面来做出来，忧头甲面。我讲油头甲面所以啊，来卡落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欢乐，欢乐。我说忧愁啊，我讲心肝如畅畅，无迄个如唱唱，一定是如唱唱。哦，如畅畅，唱唱，哦，心，哎，我讲心肝如畅畅，这个音才是对的吼。来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哀愁啊，哀愁，哀求，哀愁，愁，愁。我讲哀愁啊，我讲忧愁，你讲哀愁，你根本是咧搞迄个对。差不多啊，差真济啊，唔是拢是要换尔。比如讲有真济形容迄个忧愁。啊我知啊好来我知啊你知啊吼？来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切心啊，切心啊，切心。切心对对方切真心心哦。啊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压杂，哎呦，哎呀阿杂啊哦，这个就压杂诶，你莫甲我讲话，你先莫喊我讲话，互我冷静一下，我就压杂诶。阿杂的人袂安尼，就是阿杂的啦，一定是安尼，因为我最近拢安尼。啊，我个性较好啦，来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稀微啊，稀微，稀微，你感觉一个人伫咧路中啊，迄个路顶安尼雾雾安尼，家己伫遐徛。安尼，哎呦，风吹叶安尼，啊落落来安尼。风吹来叶安尼慢慢的飘落来，真稀。好，蒙蒙啊雨安尼。嘿啊，边仔佫要查甫人安尼，佫有蒙蒙啊吼。画面呢，做画面呢。来，卡来。我说忧愁啊，我讲怨气啊，怨气，怨气啦。啊，怨气，人的真忧愁。哦是卡落来。哎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乱糟糟，心头乱糟糟心，头乱糟糟，都有一个心情，迄个如苍苍的。来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心形，你是要迎心还是心迎？我讲迎心，哎呦，迎心肝迎，赢吼，你做这个代志真正互我心肝迎。来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万切啊，万切，哎呦，你人讲万切不简万单，切啦，是，好来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八哎呦，背吧，操心八百，百，操心八百。对，操心八百。哦，好来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心肝结规球，心肝结规球，哎呦，迄种结规球心肝结的感觉，规球。结规球足艰苦的。对啊，我了解。嘿啊，来，搁一连头，来，卡嘞。搁一个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后甜啊，后后甜，甜。你危险嘛，对你的。来哦，我说忧愁啊，我讲苦恼啊，苦恼，苦恼苦恼啊是呀，啊伊个卡了，我想加减讲寡，苦恼，我即摆做苦恼。来，
我说忧愁啊，我说有丑啊，你说有丑啊，我讲起毛歹呀。起毛麦跟忧愁跟有什么关系？起毛麦是生气的意思。袂通，忧愁伫心肝内底，迄起毛麦你会伫外表对，换一个好无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的台语对不对？耶！我说忧愁啊，我讲目头角角。油头甲面都目头甲甲，毋是意思。目頭吉吉哦，油頭甲面是佫有面啊，啊目頭甲甲是有一邊。目頭。好啦，好，你有啦吼。春节。哦，要佫有一個都生氣呢。我說憂愁啊，我講不准。哎呦，是哦，不准。哦，上基本的拢袂記你講。那有准的人拢会等伊了，袂爱讲话啊，所以伊爱点点啊，电视开开做啥最在意。迄是失智吧？无有准，不准。失智是失智的人拢会边啊无半个人，在一个徛你啊。我是你演你要创啥？功力耶！拢在讲话。来，我说忧愁啊，心酸酸啦。心哦。安尼有无？心酸酸，你心肝心酸酸，其實唔是真正迄種酸啊，是迄種心肝內有伊安尼袂曉講的感覺，是哦。就是憂頭甲面安尼。好來，我說憂愁我講切心。我講面拗面吵。面拗面吵，面拗面吵应该是受气呢，即摆是忧愁，忧愁的时阵，袂用面拗面吵。较少。忧愁的时阵，面忧面结，忧头甲面。好啦，不緊啦，佢哋恁這少年吼，還未到憂愁的年紀，可能無了解遐爾濟。哎呦，電視機頭前邊咧想看覓憂愁要做啥物啊？今仔咱大開眼界，對啊，感謝碰過，謝謝。即馬過來單元叫做吼啊。俗語講了好，麻煩用這個消防，哎，拄仔消防機嗰啲個夢想，周丁槍啊，電子。像啦，消防衣，我啦一哥啦。哦，你用一個的聲來介紹後邊這單元叫做俗語講了好，預備開始。一哥哦，買啦你較熟。我模仿另外一個好啊，啊，什麼呢？郭文鐵。哎呦，哦，柯文哲。我想你感覺啦吼，其實咱台人吼應該就是愛學迄個俗語啊。俗語講了好。你今好無？阿媽，阿姑，阿金，阿金，水啦，水啦，好聽，拍。哎，讚啊，乖，水啦，快真好笑啦，我去出唱真片。的呢，真正會使出唱片呢。哎呀，我出唱片，我哇，嘿，有啦，有人招要出過唱片啦。安尼無去，我就现在出唱片，迄个被我甲拍掉咧。無是講大啊，我今日有代志要甲你報告啦。係啊。不過大個，咱隔壁莊頭迄個大伯啊吼，最近定帶因的細漢的，一直來咱的卡拉 OK 啊，佮電動競技啊，找麻煩呢。隔壁迄大伯啊，是啊，隔壁莊迄個啊，咱家本來就田無溝，水無流。我嘛感覺足奇怪啊，按講我已經找好少年，咱的少年啊，咱哦隨時會使去甲因處理掉啊。這代志都唔免遐衝動嘛，卡袂着，要叫細人要去講，安怎兩邊甲加落去車平，你今日嚟去管有誒袂？親門打好。你連講甲約看覓咧，約去大伯啊咧，見一面大家好啊，甲敲看覓嘛，好唔好？是，好，等我就來處理。對，哎，大小姐和少爺吼，因最近哦，確實哦，攏足早就出門，啊暗時啊3更半暝才回來。3更半暝才回來，你無派人甲因保護？啊，你調查看嘛，3更半暝回來到底是什麼情形？不是，對，你先莫生氣，唔是阮無要保護，是阮嘛無法度保護啦。是為什麼呢？迄少爺吼，最近哦，攏佇個迄釣蝦仔場內底。啊，因為吼，伊含釣蝦場的頭家查囝咧談戀愛啦。啊嘛，差不多啦。係啦，主要靠咧學爸母，也麻煩就好啊啦。是啊。
我搁发现迄，俺咧落来，迄细汉的迄个吼，迄大小姐，迄有人要滴哦，当然嘛有，行情搁袂歹呢。伊吼即摆和大目仔因后生行做伙。有影逆时这款来我。对，你卖生气，今日是你的生日，袂当生气，袂当生气，今日你的生日。都迄药啊，你有食无啊哈？唔免食，最近又拢八倍吼，好安尼哦。目睭铁金就想到两个外代志。对啦，因两个吼知影今仔日是你的生日啦，一定会转来甲你庆祝啊。悲哀啦，悲哀啦！我生日甲剩恁两个普通工伫在咧过。袂啦，阿爸，少爷转来啊，少爷转来啊！哎，阿爸，少爷好。好了，阿姐，生日快乐！好啦，这个阮女朋友啦，我吼带是讲带这个女朋友吼，叫做心心啦，吼心心来甲你祝一下生日快乐。这心心无简单哦，因兜吼开迄个钓虾场吼，对全台湾拢开叫做全国钓虾场。阿伯，你好啦，来，这个要送你的，有，祝你生日快乐啊！人来就好，安尼搞唔知安尼，佮摕礼物来咧。就好诶啦，友好。啊，我会使拍开无？会使。我会想无，你看到教阮后生到一点，我才想无。我家己看到足艰苦的。什么意思？来，我帮你摕。哎呦，哇，这大只，上龙源啊，这上龙源啊。无啊，阮讲啊，你上爱食虾啊，我想讲，若是送你普通的虾啊，安尼你可能会无面子。若要送，就要送你上好的，送你虾啊，家的王者，就是送一只龙虾互你。哎呦，深感谢啦！你真系用心。哎呀，阿伯你莫安尼讲啦，因为吼，阮兜是开全国钓虾场，足甘心的啦。嘿啦，全国钓虾场，足甘心。请阿伯，我甲你讲哦，这个龙虾啊，是我特别请龙虾哦，龙虾特别请意大利上界有名的龙虾设计师，叫做 Sit Down Please。伊特别啦，为咗迄足清气、无污染的太平洋掠来的啊。一段你会使再说出。伊讲一个外国啊啦，迄是意大利的人啦，伊是一个设计师啦，伊就是用这安尼，这个人硬伫咧食啦吼，伊这就是伊的造型安尼，嘿，安尼就是 Sit Down Please 设计啦，嘿，安尼。车呀呢！这太平洋来的太平洋，太平洋啦，太平洋，太平洋啦，太平洋。对啦。哎呀，把你安挂挂起嚟吼，你安尼挂起嚟吼，规人安尼请起来。啊，这虾啊吼是虾中之龙嘛，对不？嘿啊，你就是老大呀！你就是人中之龙啊！你安尼配合起来偌赞偌水的。而且阿伯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若嘛讲，做想要一个弟弟妹妹，所以讲伊人。阿伯你，我了解你意思。阿爸，我是讲吼，你这吼不只会使挂好看，你佫会使食。啊，你食落了吼，你互你安尼暗时变嘅，互你安尼直落，对半暝吼直落甲隔工的中昼。哦，你直接弄个翁星，直落，安尼。好来，边个来，记得来啊，陪我啉一杯啊，哈。来，这来讲。来。这嘛是嘛是咧安怎咧哭，甲你像安那？哎，我一个弟呢。阿爸，我足想你的。我真久都无看到你，我足想你的啦。小等，我坐较过来咧，我惊伊爱狂加价。你即摆我今仔是我的生日，你即摆哭这体，对啊，入来冲着我袂想当做去路灯落去白是。讲啦，我就是足久无看到你，我都足想你。妈会假，当时咧偌久，你爱讲你甲恁这个大兄弟，加无啦，我哪有？加怪是阿兄，毋是我。你讲啥？就小姐，你唔通我白讲哦，我哪有加怪哦。吼，你讲无哦？好，来，你好啊。你讲无？安啥无代无志，摕一顶头章放你包。少爷，啥嘛？你讲啊？
少爷，这你未了解啦。安怎？我跟你讲吼，这吼是因为吼一种礼数，对无？什么礼数阿爸有甲咱讲过啊。这吼咱做咱有礼数嘛，这无同款的所在，咱也有无同款的造型嘛。啊，这真简单，因为我吼常常爱接我迄外国的生意嘛。听你的黑白讲啊，我挂这吼，我拢爱讲一寡外国语言，甲外国人甲讲话啊，嘛。不讲看卖啊！哎呦，你在讲啥？你讲的黑白讲，卖过完啊，卖过来，等下这。呀，见面就安尼，搭袂煞。对啦，来，我问你，我听人讲你最近甲大妈甲因后生行足歪，对不对？啊？无啦，你是听谁讲？听相讲，嘿啊，听相讲无重要啦，重点是你要了解呢。大妈甲因迄边是啥物款情？大妈已经要来咱这边，要来处理恁老爸的。对啊，你搁甲因后生一个斗阵，你嘛是啥安尼物情？袂通。哦，迄是恁大人的代志啦。我甲伊吼只是两个小意爱普通人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甲你讲，迄是隔壁已经要甲咱亲门斗。对啊。对，我不爱听啦，我不爱听啦，你不爱听讲啊啦。你看阿伯，你看安尼啦，你是啊！我甲人家是真心相爱。安尼，萧风旗咱来阮斗。对啊，是阿伯，我跟你讲，我甲人家是真心你相。想，我阿伯，阿伯，我你讲，你叫阿伯，你叫阿伯，你人这你是我的普通的司机要叫阿伯，就是大家阿伯。无啦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头拄互伊迄个，大的，你好安怎？伊就是大伯的后生，对啦。叫啊，白目。阿伯你好，你就是大妈的头生，我就是白目，白目就是我。你也知你家己白目啊？对啦。我唔管你是粗目还是白目，我管你目色真正有够歹。你不是你无看过你甲阮查囝讲话哈？你喺香港阮斗是吧？你当作阮斗是你的灶骹哦。我是我白头呢。阿伯，你唔通生气啦，我是甲雅雅吼做伙来祝你生日快乐的啦。兄知影你今日过生日要甲你祝寿，心生心意安尼啦。几岁？啊，几岁？25。哦，你真正小红旗哦。我不是啊，你讲25。永远的25岁，这种漂泊怪引导安尼呢。无带入来，安尼去卡班是安那？啊，什么？你也无带入来，你卡班是什么事？你早差不多。啊，无我头拄仔去叉车啦，啊，就听到。一般都讲停车，还是恁讲叉车？诶，我头拄仔去求咩啊？叉车敢袂足停？我头拄仔甲车停好好势，啊，然後就聽到雅雅叫你罵，因為我實在是太愛伊啦，咁啊足唔甘咩，才趕緊吼入來甲恁主動這樣。你唔甘？是啦我咧教是我家己的查囝，啊，你有意見嗎？阿伯，阿伯，雅雅是我愛的女朋友，伊足艱苦，啊，我身為伊的男朋友，佇伊的身軀邊，該保護。該陪，這嘛是應該啊！白目，雅雅，哎呦，我都知啊你，对我上好啦。你來，哎呀，你什麼人唔找？你找大伯甲因後生，哈？啊你嘛真正有夠白目。敢講你唔知影，恁老爸最近要來阮這個角頭找我麻煩，阮兩朋友可能。啪，牙齒小單，你知唔知啊？啊！阮兩個是真心相愛的，是，不管頭前有啥物阻礙，阮兩個人絕對會牽手，做伙來解決的。是。是要去對啦。阿爸，我冇聽過唱歌跳到這擺。半對就出來，我看攏無。好啦，我不愛插你啦。少年人的代志，恁家己喜意歡喜倒。感謝阿伯，感謝阿伯你的信任，我絕對袂辜負你的，阿伯。以前，你
我看你真正是真有够白目啊！你叫我信任你，我哪有可能信任你？啊，无这什么意思？我是无想要看到阮查某囝伫咧艰苦。啊，你去看来真正是吼，听好无？红姑我伊，搁一句哦，我是无啊，阮查某囝艰苦。你这款来叫做红姑生糖，红姑生糖，拍破鼓励。来，赞成红姑我伊的，举手。应该是吧？红姑我哦，迄边拢共款。你的机会过来，红菇生糖，你是叫红姑生糖，红菇生糖你家己一票嘛？我全部 Go 注意吗我？嘛是生糖，安尼，你嘛生糖哦，你嘛是我你到位先哦。我给你讲话怪怪，安怎啊？我好哦，咱两个人一组呢吼。你嘛是经红姑生糖，对，这边经红姑我我伊。有啦。我甲你建议，你听囡仔解说，听女朋友解说，伊足厉害。来，囡仔。因为吼，阮兜嘛有咧做红菇粿，哎呦，真的哦，人拢有啦，哎你倒去啊？我甲你买一个。南岛。南道嘿，所以讲红菇粿吼，你若抹油里面顶安尼，看起来安怎真水嘛，就是水面。今仔讲到红菇吼，红菇其实是咱以早拢是真重要的面，像咱讲千年菇、万年蒿，因为菇甲蒿拢是长火烧的物件。对。啊，普通咱那个闹热时拢会用什么色水？红水、乌大瓣，所以咱普通用红菇，包括天公生什么拢会用红菇。所以红菇做了，咱来抹油，较光面、较水面，这是较正面的意思。然后啱啱讲到，不过更加重要，即马定咧用的是颠倒饼意思。啊，你水面啊，你讲人要请你食饭，啊，你水面你红菇抹油，迄是咧甲烤色。你唔想讲你家己是啥物人，我要想看卖。啊，另外一种是红菇生糖，因为红菇普通是包豆啊。对。所以若讲红菇包挂菜、红菇包咸菜，迄个啥无好货，你这种意思。所以红菇包普通较袂生糖，所以红菇若生糖，这只菇真正足奇怪，古怪，就甲什么人做奇怪，所以红菇生糖是奇怪。所以他碰个意思是讲，你讲遐济，恁老爸要教我切饼，我要。即马是讲听这个查某囝，所以好啦，你讲的就准拄煞，所以啥，你唔通抓准你足厉害，其实是咱你水面啊。抹油，了解两句吼，感谢，来拍过来。对啊，拄则咱咧讲红菇啊粿，对啊，红菇抹油、红菇生糖，这个黄金蒜所写这个红菇粿。啊，咱请这个查某囡仔，你先读一遍来，迄红菇粿，紧来买，毛蟹走去买一块，用加刀加两块，一块上田螺，一块上炒蟹。袂歹啊，赞哦，差一算啦，尔嘛吼。我看这首也免请教老师啊啦，大练的应该足厉害，大练我你来。哦，红菇粿。紧来买，无钱走去买一块，我要用加刀咧加两块，一块送田螺，一块送炒蟹。哇！你两个所在啦吼，这无我咧啦吼。我咧，这是毛蟹吧？毛蟹啦哦。啊，慢慢你用迄个消风机的一边。哦 ，OK 啊，一边来，感谢大家。红菇粿，紧来买。毛蟹走去买一块，用加刀加两块，一块送田螺，一块送炒蟹，一块送阿嬷，一块送阿公，一块送阿姑，一块。无遐济地歹势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请大家站起来。来，咱做来先接受这个红菇粿的预备，开始咧。红菇粿，紧来买，毛蟹走去买一块，用加刀加两块，一块送田螺，一块送炒蟹。感谢大家收看后回，请你继续欣赏，为山为水为人咯。